俗話講得好，牛奶撞薑勝過良方。只要將牛奶撞落薑汁度，竟然可以整出一道流傳百年嘅甜品，食起身香醇順滑，軟心又暖胃。特別係我哋女性朋友，每個月肚仔唔舒服嗰幾日呢，一定要點讚收藏起身啦。我呢度準備咗幾塊老薑，俗話講薑仲係老嘅辣，所以我哋用老薑嚟整，效果會更加好。我哋將薑洗乾淨之後呢，晾乾表面嘅水分，咁樣可以避免薑汁入邊有水分啦。烘乾水分之後呢，批咗啲薑皮，再用研磨器磨出啲薑汁。薑汁呢一定要新鮮嘅會更加好，唔係嘅話，喺入邊嘅活性物質就好容易失效噶啦。而且用手磨嘅薑汁萃取率會更加高嘅。老王呢一直都用開呢款陶瓷研磨器嚟磨薑汁嘅，真係好方便，磨出嚟薑蓉特別細膩，而且清洗又好方便，水一沖就乾淨晒噶啦。呢款研磨器呢仲可以用嚟磨淮山蓉、薯仔蓉、番薯蓉、紅蘿蔔蓉，要埋蘋果蓉都得噶。老王呢將佢放喺視頻嘅左下方鏈接啦，有需要嘅可以睇睇。全部磨好之後呢，我哋倒落紗布袋度，擠出啲薑汁。薑汁入邊含有生薑蛋白酶，可以改變牛奶嘅蛋白質結構，使牛奶更加容易凝固。擠出嚟嘅薑汁，我哋用呢種細匙羹或者匙羹就 OK 嘅啦，大概係15克左右，不喺隻碗度。跟住喺隻鑊度加入1000毫升嘅純牛奶。我哋揀牛奶嘅時候呢，盡量揀翻蛋白質高嘅或者係水牛奶，因為蛋白質嘅含量越高凝固率就越好。各位姊妹，老王每日都喺度分享食養小技巧。如果你手機啱好仲有電呢，可唔可以幫老王點翻個免費嘅小紅心，鼓勵支持下？唔該晒大家，祝你身體健康。嗱，屋企如果有奶粉嘅話，可以俾多30克嘅奶粉落去㗎，咁樣可以提高蛋白質嘅含量。然之後再根據自己嘅口味加翻30克嘅白糖，開細火，一邊加熱一邊攪勻佢。因為呢個薑汁呢，要喺80度左右先會產生有凝固能力嘅蛋白酶，所以我哋要將牛奶至到鑊邊熱，有啲細泡泡出現，同時水蒸氣呢開始蒸發啦。呢個時候再將牛奶撞落薑汁度，咁就啱啱好噶啦。嗱，千祈唔好心急住撞落去，因為薑汁個底部呢係有澱粉沉澱嘅，所以呢我哋充分將佢攪勻，然之後再從高嘅地方撞落去。記得動作一定要快，唔好停頓，等啲牛奶同埋薑汁完全咁結合埋一齊。仲有一個重點我哋千祈唔好去攪佢，直接冚翻個蓋，等佢焗翻10分鐘左右，咁就 OK 嘅啦。大家睇睇，哇，係咪好細膩呢？好似豆腐咁滑溜溜。如果放3隻匙羹喺上邊，都唔會沉落嚟，咁就係成功咗噶啦。最後我哋再加翻少少桂花或者係桂花蜜，增加一下風味，咁就可以食得噶啦。真係濕水麵花冇得彈，正嗱，特別係而家春季，屋企細路仔成日流鼻涕或者喉嚨唔舒服嘅，整翻一碗成身舒服晒。好啦，咁今日老王嘅視頻呢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學識嘅姊妹記得幫老王點翻個讚，留個關注。